火炬嘅首個4代住宅劍發雲山景吹風價格16000起，產品定位呢，佢係以剛需嘅89啦、109啦、119嘅小面積為主，並且準備要入市啦。項目情況是否適合入手？阿豪同大家認真咁樣分享一下。咁如果按照而家開發商對外吹風價格16000起呢，佢嘅價格上係要比東區石岐嗰幾個4代宅嘅單價要平3-4千蚊一個方嘅，並且呢個項目係以小戶型89、109、119呢3個面積段打造嘅產品線嘅定位啊，同陰陽龍湖嗰啲有856方甚至以上嘅大戶型嘅產品線係完全唔一樣嘅定位，所以結合佢嘅單價同埋佢嘅產品嘅面積段，第一眼吸引到我哋嘅係呢個4代宅嘅總價係要比城區之前出嘅嗰幾個係要平嘅，總價相對友好，價格嘅門檻係相對比較低嘅。咁響我哋中山城區買新規房啊，而家好少少嘅位置，學區稍為好少少嘅價格仲係堅挺喺2萬蚊以上㗎，所以相對預算有限又想住4代住宅剛需嘅朋友嚟講呢，雲山景確實佢係好有吸引力嘅。但係我覺得呢個項目呢，唔好只係睇到買唔買得起嗰部分，仲要睇一下呢3個關鍵點。第一，配套嘅兌現周期。雲山景呢個地塊佢係屬於火炬開發區神涌板塊裏邊嘅，佢周邊而家冇太多嘅商業支撐呢個小區嘅日常生活嘅。我哋要有商業嘅話，都係要依賴開車10分鐘左右，距離2-3公里嘅保利林嶼啊，或者再過去少少嘅海欣新城板塊。所以建議有想法嘅客戶一定要去實地踩一下盤，感受一下周邊嘅環境是否適合你去考慮。我哋唔好話淨係去展廳去感受啊，因為而家佢擺展呢響富日城嘅展廳同埋實際項目嘅工地環境係完全兩碼事嚟嘅。第二，戶型嘅實用性，我哋剛需買房呢，最怕就係價格睇上去平，但係住落去呢，佢嘅空間感係唔夠就手。所以如果買入呢個戶型，你哋一定要計劃清楚好呢套房係幾口人住，特別是係買89啊、109嘅。如果你係4口人住啊，或者同老人家住啊，你要計清楚下呢啲空間感夠唔夠你哋平時嘅起居生活。不過講句實話啦，89可以做到4房南向，109、119做到南北對流嘅4房得房率，而家宣稱有130%，對比舊規嘅住宅，佢嘅優勢亦都係比較明顯嘅。就係要諗清楚呢個居住空間夠唔夠你一家人去居住。第三呢，就係二手流通性嘅問題。今日我哋咬住牙關買入呢種4代住宅，門檻低，覺得比較歡喜嘅時候，亦都要諗清楚，如果你以後要換樓，下一位接手嘅客戶會唔會認可呢個位置、呢個戶型同埋呢個小區？呢個係好多剛需朋友買房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就係轉手嘅問題。所以火炬劍發雲山景呢，我認為你對預算同埋預期比較明確清晰，想要買新規房，接受板塊慢慢成熟嘅客戶，你係可以去考慮對比。但係如果你對成熟配套想要市中心嗰種生活環境嘅，或者係你想買樓即刻享受片區周邊嗰種現成嘅便利性生活，咁可能佢就唔係話你最啱嘅選擇。另外呢，我匯總咗呢個項目嘅幾個特點，我放響評論區啊吓。咁如果大家想要響中山買房，想要揾一個靠譜嘅本地人，可以嚟揾我吓。只要你講出你嘅實際買房需求，我都可以高效精準幫你優選好房。